恁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艺人于天的第二个查某囝伊婉启，抗癌8年来往生，享年39岁。早起伫咧台北的第一殡仪馆举办告别式，尊重着伊婉启生前的遗愿。这个告别式是用基督教的形式来进行。副总统赖清德甲艺界大咖的人士拢到场致意。伊婉启的老爸老母是靠甲两蕊目睭红记记，小弟伊上传代表就台致辞，感谢伊婉启今生做伊的儿子，嘛互人听甲目屎甘目甜。我们大家都好想你，你每天晚上都好想梦到你，但你应该是知道我会激动，我会难过，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来见我。伊上传代表厝内人上台致辞，忍不住对儿子的思念，讲起了伫囡仔时代点点滴滴。你说你想当歌星，妈妈却说你的声音像鸭子在叫，你就每天不断努力的练习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竭尽全力，就这样唱歌变成全家里面最厉害的。伊讲到多谢今生成为我的姐姐，后世人爱我做亲人。大咖于天、林阿平甲伊婉启因翁拢艰苦甲一直流目屎。另外，资深的歌手翁英宏嘛上台致辞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林阿平看到对出影片，情绪真激动。伊婉启的先生看到画面中阿母相爱模样，目屎挡袂掉。伊婉启抗癌之路行得真辛苦，伊坚强母爱，更加是好人唔甘。告别式以白色的花布置，非常的典雅。另外，副总统赖清德等政界甲演艺界有真侪意界好朋友拢前往致意。伊婉启将中眠伫家人永兴文创园区，以远离病痛伫天堂化作上水天使，永留人心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